迎大家嚟到 PressLogic 旗下嘅 Urban Life Health 健康新態度主辦嘅 Urban Life Health 健康生活博覽暨頒獎典禮2026。Urban Life Health 嚟到2026年啦，我哋繼續步伐不停去引領都市健康新浪潮。而透過健康新態度呢個平台呢，我哋每日都可以為市民去傳播最精準、最可靠嘅醫療資訊。咁啊 PressLogic 其實去到今日都即係今年都第10個年頭啦。由一開始運用 AI 啦，運用我哋嘅大數據去標我哋嘅 digital media 咧，去到今日都差唔多有2000萬嘅 social media followers。咁我哋希望就建立一個有關於健康為着眼點嘅一個生活媒體咧，可以 inspire 到更加多嘅香港人。好高興今日可以嚟到呢個平台啦，可以同大家講多啲關於中風嗰方面。研究顯示咧，每4位嘅成年人咧，就有1位係有機會去中風嘅。其實好多唔同嘅病咧，其實係一個年輕化嘅問題。即係雖然中風頭先講到好可怕，但係大多數嘅情況咧，多過80%嘅個案係可以預防到嘅。好開心嚟到呢度啦，都多謝大會咧頒咗呢個醫學配方嘅大獎俾我哋，繼續幫每一位病人提供真正貼心同埋最全方位嘅照顧。